大家好，而家係6點正，咁嚟到恒順園做咩呢？原來有新路線啦！新界巴士路線 252S 由九巴營辦，只於星期一至五繁忙時間提供服務。上午由恒順園開往觀塘碼頭，下午則由觀塘碼頭開往屯門、置樂花園，途經三聖、掃管笏、小欖、大欖後，取道屯門公路3號幹線、中九龍繞道往返九龍灣商貿區，屬 252X 線之特別班次。為配合掃管笏及青山公路近大欖一帶的新增人口，並進一步便利乘客往來屯門及九龍灣商貿區，運輸署在2024到2025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提出增撥 252X 線的資源，開辦 252S 線，往返屯門、恒順園及觀塘碼頭。於屯門區途經香港黃金海岸、掃管笏路及青山公路大欖段後，去程取道屯門公路3號幹線、佐敦道、東九龍走廊、啟德隧道前往九龍灣商貿區及觀塘商貿區，回程則於宏照道至3號幹線之間途經龍翔道及呈祥道，與2022年改道的 258X 線安排相若，於上下午繁忙時間分別對開一班車。區議員建議延後下午班次的開出時間，讓在九龍灣商貿區上班的市民可以趕上。運輸署則表示會對此作檢視，而九巴則表示從觀塘碼頭駛至九龍灣商貿區需時10至15分鐘，預計一般下午6時下班的市民可趕 252S 線的班次，並建議未能趕及的乘客可改用 258X 或 259X 線到屯門公路轉車站轉乘。有關建議雖然其後獲區議會通過，但卻未在2024年實施。而翌年的巴士路線計劃中更進一步建議 252S 線來回方向均改經行將通車的中九龍幹線，後來命名為中九龍繞道，以縮短行車時間及提高便利性。區議員對位於新蒲崗、黃大仙及彩虹一帶路線乘客量表達關注，並建議運輸署密切觀察。運輸署則表示會與巴士公司共同評估是否需延長特別班次服務時段，以配合市民通勤需要。2025年12月22日 ，252S 線投入服務，由恒順園開出之班次時間為7點正，由觀塘碼頭開出之班次時間為18點正。好啦，準備上車，睇下呢架車車程有幾耐啦。即使你降生的時勢沒選擇，人間再闖吧，用得下想法，世界藍圖只等你畫上，恐龍和巨塔，天下仍是你畫冊。想得到煙花，馬上有煙花，你未看懂嗎？城堡靠想像，仍可再攀爬。流亡荒野眼前都有，遊園地裏那群木馬，置身廢城，仍可建造人類最夢幻。剎那，聽得見過山車由遠漸駛近，來裝在深夜，仍等待的人。生活有時殘酷，至少這樂園永不
宵禁，曾迷路的羊群，仍能被他的光帶引。想得到煙花，馬上有煙花，你未看到嗎？城堡靠想像，仍可再攀爬。流亡荒野眼前都有，永恆在轉那群夢馬長大。如遺落了他，我會害怕。遊歷過成人世界，誰沒有無形傷疤？想他變真嗎？每日畫點沙，按部砌好他。如果有一日無需再隱形，孩童能嬉戲再無牽掛，蓬萊實現在舊日萌芽。希望是遠征未來那隻木馬。人人話我笨，作歌點發達？就算揾夠買盒飯，唔放多。而浪漫個名幾咁勁，累我拖你入局，亮粉去捱窮。你知今年聖誕冇大餐，就話空氣當禮物冇問題。如果燈飾鎖門又冇走，就買2粒燒賣當火雞。銀行存款等於零，窮鬼點談情？寒酸炒冷飯，我會俾3粒星。傻佬點形成？傻婆點形成？提子乾涼粉面，窮蛋焦溫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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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If that's all we have, 壞對象拍拖先會悶，勁好在今次係遇上真正高手。上個月唔使點上網，無聊一個互望，原來好睇過 YouTube。你使乜心急帶我去日本？銅鑼灣夠有50隻綠茶，唔擔心要睇餸先食飯，係你教識開心咁簡單。銀行存款等於零，窮鬼點談情？寒酸炒冷飯，我會俾3粒星。傻佬點形成？傻婆點形成？提子乾涼粉面，窮蛋超溫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we have 唔好但夠殺。If that's all we have， 唔使點打車，唔使出街食，唔使點着衫，淨係抱得好緊，唔使懶高級，唔使碌黑卡，床鋪碌一日，同樣覺得係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. 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. If that's